開闊嘅視野景觀咧，唔係每個樓盤都有嘅，加埋呢個成6米長嘅一個大陽台，都唔係話每個樓盤都可以做得到嘅。金溪農作花園加推12棟，而且咧係大搞動作嘅，戶型咧係有95方啦，到117方啦，到130方嘅3房同埋4房嘅，朋友嘅一個遊樂設施啦，有埋檔抽籤嘅喎，係咪都好 nice 咧？老人家湊住小朋友咧，仲可以響隔籬玩下呢啲健身設施噶。呢個小區咧一共係83畝，12棟高層洋房。嗱，旺中帶靜，樓距咧都好開闊噶，現樓交付喎，依家都好唔錯噶。花園好舒服噶，響呢附近住嘅話咧，餐飲方面完全唔使擔心。呢個樓盤後邊咧就有個富麗新城嘅一個酒樓，咁住對面咧就有雀鳥軒，做咗好多年噶啦。我由過嚟中山開始就知道呢間酒樓做出品都好唔錯嘅。咁樓下咧都有中國銀行啦，同埋工商銀行啦等等呢啲銀行嘅。跟住咧附近仲有中國電信、移動呢啲都好方便噶。三甲醫院呢區嘅一個中山市中醫院啦、博愛醫院啦，其實都係15分鐘嘅一個車程嘅咋。去到龍都醫院，其實大概都係10分鐘嘅一個車程。日常嘅一個保健啊、定期檢查身體啊，呢啲完全冇問題噶。呢度咧門口係寶珠東路，去到邊度都好方便。上港珠西線咧，去到珠海大概都係40分鐘嘅車程，去翻佛山咧都係40分鐘嘅一個車程。其實交通路網係非常之發達嘅。直接行翻博愛路咧，係可以去到東區嘅一個 Coco City 利和廣場啦，同埋石岐區嘅一個金苑廣場。其實咧，中山城區就係咁大，10零分鐘咧揸車去到邊度都係好方便嘅。打的士咧都好方便，我哋有時候咧直接響屋企樓上咧就可以撳到滴滴打車，跟住落樓就可以上車噶啦。其實呢度係非常之方便嘅，餐飲啦、醫療啦、配套啦，其實係唔使擔心嘅。有時候咧去到沙溪公園，大概都係5分鐘嘅一個車程。咁開闊嘅視野景觀咧，唔係每個樓盤都有嘅，加埋呢個成6米長嘅一個大陽台，都唔係話每個樓盤都可以做得到嘅。我哋今日依家睇嘅呢個戶型咧係99方嘅3房2廳2衛，依家咧係響交付標準呢度嘅，可以睇到啦，天花係做埋嘅，跟住咧嗰個中央空調都係做埋噶啦。呢個99方其實都好實用嘅，除咗陽台6米闊係半買半送嘅，仲有一個房間係做到半買半送嘅。呢度係廚房嘅一個位置做咗嘅 L 型設計嘅。嗱，呢啲3件套咧都係包埋，開發商送埋俾你嘅。出邊咧仲有一個細嘅陽台仔，可以晾下衫、擺下洗衣機。睇埋入邊嘅3個房間，雖然話房間各方面唔會話特別闊落，但係對於99方嘅嚟講咧好唔錯噶啦。呢個咧係公共嘅洗手間嘅一個交付標準，都做得好精緻嘅。呢個當時咧開發商報建係做陽台，做到半買半送嘅。呢個隔籬嘅小朋友房間咧可以連通埋陽台。呢個咧係主人房套間啦，主人房嘅洗手間必備噶啦。可以睇到咧每個房間其實咧都好光猛，做咗個 L 型嘅一個陽台飄窗嘅。嗱，可以睇到視野都係好開闊噶。依家咧呢個樓盤新推咗12棟嘅，有99方、95方嘅3房，同埋117方嘅4房，仲有130方嘅4房喎，贈送空間都好多噶。呢個咧係117方嘅一個3+1戶型，後邊嘅一個陽台，嗱都有咁闊落噶，景觀好開闊。呢個客廳咧做到前後南北對流，一樣嘅交付標準，風管機同埋天花。廚房響呢邊，嗱。可以睇到咧，做咗個 L 型設計噶。我哋睇下呢個咧，好經典嘅一個戶型。入門口之後咧，呢度擺鞋櫃，呢度咧有個半買半贈送嘅房間，嚟睇下。嗱，都 OK 噶，好舒服。出嚟咧睇到呢個成6米幾嘅一個大陽台，視野都好開闊噶。睇翻呢邊，嗱，係咪夠晒闊落咧？連接埋客廳嘅喎，感覺都好舒服。除咗入門口嗰度咧有個房間，入邊咧仲有個3房同埋2個洗手間，組成4個房間嘅。嗱，我哋咧仲有一個105方嘅戶型可以睇埋佢。如果你想要更加多嘅樓盤資訊或者係樣板房視頻咧，可以下邊打電話俾我，或者右上角添加我嘅 WhatsApp 或者 WeChat 都可以噶。80幾萬就可以響呢度買到大裝修嘅3房，玩轉大灣區，記得搵我啦。